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在中亚，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继续开展援助活动，从援助者那里获得的金钱和各种援助，通过东突厥散文化和信息中心分配给有需要的贫困家庭和孤儿。最近，东突厥散信息中心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了援助活动，向失业者和学生分发了肉类。东突厥散信息中心通过哈萨克斯坦的非政府组织，向学生和有需要的家庭分发羊肉和其他援助物品，缓解他们的困难。受益于这些援助的家庭向东突厥散信息中心主席卡拉喀什先生和他的团队表示感谢。英国即将出台法案，禁止进口具有强制劳工嫌疑的中国产品。《卫报》《太阳报》等英国报纸1月11日披露，外交大臣拉布最快在本星期内就会将法案文本递交给下议院。除了禁绝维吾尔强制劳动产品，法案还将禁止出口可能被用于镇压的产品或技术。近年来，英国与中国的关系不断降温。就在最近，英国政府抨击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穆斯林，对东突厥散棉花生产涉嫌使用强制劳工的消息表示深切忧虑。众所周知，中国当局最近以就业的名义加强了对东突厥散强迫劳动工厂的奖励运动。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介绍了在皮山县建的一家缝纫厂。视频指出，所有工厂工人都是年轻和中年妇女，至少有300名妇女被迫工作。另一段视频显示了位于东突厥散刹车县的一家拥有600多名员工的工厂。据该工厂的汉族人介绍，该工厂生产各种电气设备和有线电缆，并将销往中国各省和部分国外客户。观察人士说，尽管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散人民的强迫劳动做出了强烈反应，但中国当局仍试图以减贫和就业的名义，使这种宣传和鼓励合法化。美国国务卿称将解除美台交往限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周礼坚周一称，对美方举动坚决反对，强烈谴责。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是向中方做出过严肃承诺，美方应该言而有信，不得以任何借口曲解和背离。台湾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中美关系当中相当敏感的部分。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长宣布对取消限制决定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六表示，他将解除美国官员与台湾官员的往来限制。欧洲联盟呼吁伊朗放弃其20%的铀浓缩，并履行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的义务。外交关系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代表欧盟发表声明说，他们支持伊朗与全球列强签署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也称为核协议。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2015年与伊朗签署的核协议，使德黑兰有权以3.67%的比率继续其铀浓缩活动。特朗普当选总统后，美国从协议撤出，并恢复其对伊朗的制裁。